2026年6月，而家81歲嘅 TVB 藝人李家鼎出現在電視廣播城。呢個係佢自前妻思明離世之後第一次接受電視台嘅訪問。佢嘅精神狀態同幾個月前相比有咗明顯變化，塊面有翻肉啦，氣色都好咗好多。採訪佢嘅記者話，佢肥咗，亦都靚咗。幾個月前嘅李家鼎唔係呢個樣嘅。思明過身，再加上同大仔李永漢之間嘅家庭矛盾，搞到佢成個人都散晒。佢唔想食嘢，身體暴瘦，精神好差，根本做唔到嘢。好彩細仔李永豪一直喺佢身邊照顧佢，幫佢撐過咗最難嘅嗰段時間。而家佢慢慢恢復返，開始重新返到工作狀態。今次返 TVB，佢主要係去探班細仔李永豪。到咗電視城之後，佢順便接受咗 TVB 娛樂台嘅訪問。舊同事見到佢都行過嚟打招呼，大家都祝佢身體健康。李家鼎一一回應，狀態睇落都幾好。但一提到前妻思明，佢就控制唔住啦，講住講住，眼淚就流落嚟。李家鼎同思明係上世紀70年代識嘅。嗰陣時思明遇上車禍，仲俾人威脅。李家鼎知道之後，直接行過去幫佢解決咗個問題。思明對佢有咗好感，兩個人就咁開始拍拖。拍拖4年之後，兩個人喺1977年結咗婚。婚後思明生咗一對雙胞胎仔，大仔叫李永漢，細仔叫李永豪。一家4口嘅日子過咗10幾年，到1994年，兩個人離咗婚。關於離婚嘅原因，外界一直都有唔同嘅講法。李家鼎今次喺採訪入面俾出咗佢嘅版本。佢話思明聽信咗親戚嘅說話，因為佢唔肯借錢俾對方，思明就對佢產生咗好大嘅怨恨。佢後來多次解釋，但思明唔聽。仲有另一個版本，話係有一次李家鼎要出門口教學生騎馬，思明唔開心，兩個人嘈咗起嚟，思明直接提出咗離婚。不管係邊個版本，都說明一件事，兩個人之間嘅問題早就存在啦，唔係某一件事導致嘅，而係長期積累落嚟嘅。離婚之後，李家鼎冇唔管思明，佢後來拍咗拖，但一直喺度照顧思明嘅生活。思明所有嘅開銷都係佢出嘅，佢每個月俾錢思明，有時間就去探佢。佢話思明係佢第一個愛嘅女人，第一個結婚嘅女人，亦都係第一個離婚嘅女人。佢知道思明有大小姐脾氣，但佢願意包容。為咗挽回呢段婚姻，李家鼎一共努力咗8次。1998年，佢專門飛去美國揾思明，想同佢復合。思明冇答應。呢件事成咗佢呢輩子最大嘅遺憾之一。思明後來嘅身體狀況一直都唔好。李家鼎話，只要有時間，佢就會去探佢。佢仲想過帶思明去旅行，幫佢完成心願。但思明嘅身體條件唔准坐飛機，呢個計劃一直都做唔到。思明離世之前嘅最後9個月，李家鼎見唔到佢啦。原因係大仔李永漢。李永漢將思明同外界隔開咗，唔准任何人去見思明，包括李家鼎。李家鼎話佢連思明最後一面都冇見到。講起呢件事，李家鼎嘅情緒一下子就上嚟啦。佢喺採訪入面直接話李永漢唔係人。佢咬牙切齒咁講，自己曾經想俾李永漢一巴掌，但最後都係忍住咗。佢話思明臨走之前，佢成個人都崩潰咗，除咗傷心，仲有遺憾同憤怒。遺憾係冇見到最後一面，憤怒係呢一切都係李永漢搞出嚟嘅。佢唔願意再提李永漢，話再講落去自己會更加激動。於是佢又轉回頭講思明，一講到思明，佢又喊啦。
佢話自己永遠愛思明。思明過身之後，佢仲夢到過佢。李家鼎話佢呢輩子只愛思明一個人。思明走咗之後，佢一度乜都唔想做，乜都唔想食，身體一下子就瘦咗落嚟，成個人都冇精神。嗰段時間佢根本做唔到嘢，TVB 嗰邊嘅工作亦都全部停晒。細仔李榮豪成咗佢最大嘅支撐。李榮豪都係喺 TVB 做嘢，父子兩個人關係一直都幾好。李家鼎最難嘅時候，李榮豪陪喺佢身邊，幫佢處理各種事情，照顧佢嘅日常起居。李家鼎話如果冇李榮豪，佢唔知道自己能唔能夠撐得過嚟。慢慢地，李家鼎嘅狀態開始好轉，佢開始食嘢啦，胃口返嚟啦，身體亦都慢慢恢復，塊面嘅肉返嚟啦，氣息都好啦，到咗可以做嘢嘅程度，佢就返到去 TVB。今次返 TVB，佢先去睇咗李榮豪拍戲，然後接受咗 TVB 娛樂台嘅採訪。呢個係思明過身之後，佢第一次面對鏡頭講話。採訪入面，記者問咗好多關於思明同李永漢嘅問題，李家鼎冇回避，該講嘅都講晒。佢話思明係佢呢輩子最重要嘅人，兩個人雖然離咗婚，但佢從來都冇放低過佢。離婚之後，佢一直喺度照顧佢，從來都冇斷過。每個月嘅生活費，佢一分都冇少俾。佢覺得呢個係佢應該做嘅。因為思明係佢仔女嘅母親，亦都係佢曾經嘅老婆。佢話思明呢個人脾氣大，但佢從來都冇因為咁就唔管佢。佢知道佢嘅性格，亦都接受佢嘅性格。佢話自己呢輩子做過最後悔嘅事，就係冇能夠喺思明臨走之前見佢一面。而造成呢件事嘅人，就係李永漢。講到李永漢，李家鼎嘅語氣變咗。佢話李永漢喺思明離世之前嘅9個月入面，將思明完全隔離咗，唔准任何人見佢，包括佢呢個親生老豆。佢話佢試過各種辦法想去見思明，但全部都俾李永漢擋咗返嚟。佢話思明過身嘅時候，佢唔喺現場，佢係後來先知道個消息嘅。佢話嗰一刻，佢覺得成個天都塌咗。佢仲提到李永漢呢啲年一直以照顧思明為理由向佢要錢。思明嘅生活費本來就係佢喺度出，但李永漢仲額外揾佢要錢。佢話佢俾咗好多次，但李永漢從來都冇滿足過。呢個亦都係父子關係惡化嘅原因之一。李家鼎話佢同李永漢之間嘅問題唔係一日兩日嘅事，從思明生病開始，兩個人就有咗矛盾。李永漢嘅做法令佢無法接受。佢話佢唔係唔願意出錢，但李永漢嘅做法令佢覺得對方唔係喺度照顧思明，而係利用思明。關於細仔李永豪，李家鼎嘅態度完全唔同。佢話李永豪從小就懂事，同阿哥唔一樣。思明過身之後，李永豪主動承擔咗好多事情，幫佢處理各種問題。佢話李永豪係佢而家最大嘅安慰。李家鼎話佢而家嘅生活重心就係工作同李永豪。思明已經走啦，佢做得到嘅就係好好活住，將剩下嘅日子過好。佢話佢唔想再提李永漢啦，提一次傷心一次，亦都嬲一次。佢只想安安靜靜咁過日子。採訪快要結束嘅時候，李家鼎又提到咗思明。佢話佢呢輩子只愛過一個女人，就係思明。不管兩個人後來點樣，佢對思明嘅感情從來都冇變過。佢話如果有來生，佢都係會揀思明。講完呢句說話，佢又喊啦。李家鼎而家依然係 TVB 嘅合約藝人，佢嘅工作量唔大，但 TVB 一直都保留住佢嘅合約。今次重返電視城，佢算係正式返到工作狀態。
同事們見到佢都好開心，大家都話佢氣色好咗好多。李榮豪喺 TVB 嘅發展一直都幾好，父子兩個人喺同一間公司做嘢，平時都有個照應。李家鼎話佢而家最大嘅心願就係身體健康，能夠多陪李榮豪幾年。至於李榮漢，佢話佢已經唔想再管啦。從採訪入面可以睇到，李家鼎對思明嘅感情係真實嘅。不管外界點樣睇佢同思明嘅關係，佢自己好清楚，思明係佢呢輩子最重要嘅人。而李榮漢做嘅事，係佢呢輩子最冇辦法原諒嘅事。81歲嘅李家鼎，經歷咗喪妻之痛，經歷咗父子反目，而家慢慢喺度恢復。佢話佢唔想再諗嗰啲唔開心嘅事啦，佢只想好好做嘢，好好生活，將剩下嘅時間留俾值得嘅人。嗰個值得嘅人係李榮豪，亦都係記憶中嘅思明。好啦，以上係本期嘅內容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